要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哦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、比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去练喙火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朋友大家来爱台语、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特别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，代代来相传。好香！欢迎收看《Talk 秀台语》，全民练喙花。我是好平，我是吴珊，大家好。各位爱讲台语的人吼，注意啊！今仔日阮唔那是讲要讲台语尔，阮要来耍游戏哦，耍游戏哦 ，play game 哦 ，play game。啊，那咧无，阮来 PK 一下好啊。哦，你有听过那个搬喙音无？搬喙音 rap，搬喙音。我会晓，我会晓，就讲准备。低头背低舌低心歌名歌进粉肠低豆油加到低尾溜哦。什么意思嘞？就是我照邀我想要食物件，迄是低的无同的部分啦。哦低头皮啊，低一块低尾溜安尼，你会晓无？那呢？你讲低，我来讲一个高。高是高，我拢无人要讲蛇，吼，蛇年拢无人要讲蛇，好来高。一只狗，真正狗，带一顶狗去狗啊，去水沟，一只狗袂落沟，迄只狗摕来，转来摕狗啊来狗狗，狗狗。顺哥，嘿嘿，你感觉如何？伊无请你，也毋过你看甲足明显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台语讲到下恁顿吼，敢若唱歌内底迄个气味吼，敢若今晚吼，这个杂菜面啊煮甲足有澎湃的感款。哎呦，比如讲你认顿有无？认得。唔知已经洗几年，明明阮兜就住在附近，咱会使几点钟？就安尼一出一出，有画面爱有画面，这个慢慢的就会样，爱背迄头咧低，伊背足久才背安尼。对。所以呢，你嘛免轻背伊啦，伊也是普通的尔啦，对。啦，来欢迎阮的平心调四哥。台语咧，需要所有好朋友，在日常当中甲变做生活真重要一部分，你就真紧就认得啊啦。哎呦，加油！感谢顺哥。嘿嘿。啊，阮阁有一个台语的老师王秀老师。嗨，先生，我是秀荣，又是搁有翠荣，大家做伙讲台语，查甫缘投查某会水。好讲对啊，这四句连啊的感觉哦。哎，要毋过除了讲评审啊，个老师以外，还有选手哦。来欢迎第一位选手，请上台。欢迎选手。大家你有无开过来啊？迄是你讲哦。啊，到底是要耍什么游戏咧？画出一出戏，答对派出4个选手，由评审长来抽题目，前3个选手照顺序画图，每个人限时30秒，上尾迄个选手才根据图来摇蛋，胜赢2回合的迄队就赢咯。啊，所以讲即马来分队啊，吼，安怎分呢？是阮景还是因景？无恁敬好吧？无恁敬。什么人要来我一队？哎，家己敬哦。我是画高哈。来，上来敬我。啊，阮阿嬷啦，哦，都是阮阿嬷来啊。情侣装。其实我甲生才是情侣装。这谢，啊谢了。快出来无？哦，你讲查某，条仔是查某的。啊，讲唔对啊，歹势。好，即摆这个游戏呢，准备要来开始咧。我这个签档呢，抽出一个呢正确的答案。麻烦的同笔吼，你爱看后边。啊，咱3个选手呢，以及咧现场的朋友，你知影这个答案是啥物？但是你袂使漏失任何的秘密。会当讲。哇！哦，这个题目真。安尼拢看有详细啊吼，安尼3分钟要开始计时，要开始啊吼。难呐！预备，开始。好。那没看了。袂当讲话哦。袂使讲出来，袂使讲出来。袂使讲的秘密。袂使讲啦，一个人去行路，卖大灯艺术。迄个时间若够吼，第一个时间够你给我画一下吼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为着，加油啊！有一点袂当讲哦。
你要甲你看啊？下一个，一分时间到啊？好，几分钟哦，几分钟了呢？尽量互镜头看一个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个一节有点贵哦。好，来下一个，最后30秒。 30秒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，爱互伊一个就叫出来。哦，对，这上重要的，爱画出来，点画出来。哎，看，大姐，你爱这条，迄算讲是你吧？好，写过来。将哦，真简单故事，真简单，这就是一个白帮。白帮顶头呢，有足侪人滴到一个帽仔，滴这个帽仔呢，敢若是要去甲人讨笑，这有生气嘛，有发火啊，有摕一个这是啥八达，你看这是要人讨笑啊，这汽车甲人讲安尼，你看头仔问，这头仔问讲安尼回路安回，这就是野球啦。嘿，你讲什么故事？讲什么故事？讲 Team 台湾，Team 台湾。你伫这啥？这我看无啦，这啥？哦，冠军杯敢是世界杯？啊，我就无咧看野球啊。冠军杯、世界杯、世纪杯、什么杯？红杯、信杯、球杯、野球杯、超级野球杯、世界野球杯。答案是啥？好，最后的答案是什么？世界。哎，手，你再个比扣分啊哦！世界野球杯，敢有这个杯？博一个神杯，看无？好，无这样是紧。野球啦，好，这样是野球。好，安尼保留你即摆所讲出来这答案的这个内容。对。好，咱即摆请第二队。好，兄弟加油！哎，对，这边加油哦！我要抽一个答案哦，麻烦一个，不诋毁，麻烦你转过去。哎，但是我感觉你后边会看得到我的答案嘞。你开只朋友洗目睭哦，来看这个答案是什么？哎呦喂啊！哦，这有难哦，这有难哦。哦，比较上这个是较困难哦。好，计时开始。你到即马会哦。啊，不诋毁你会当卖看，要唔过你卖害卡声好无？来，哪听哪？紧张啦！来，这边时间要到全小看声呢哈。哦，即马差不多20秒哦。安尼哦。还要尽量保持吼，这个比赛运动家的精神哦，莫安尼吼。过去过这边看来，喂。不诋毁。好来，下一个。我是队长，我爱公平。我是咧做瑜伽啦。东看别人。想到边啊，我睇下趣味啊。你都我所在好位好无？哇！哎，你看我就看，莫甲我放电好无？刚才穿同款的咧，你我嘛看。想看，我看一下。小看者。啊是啊，这若是有打我袂歹咧。来，剩30秒来。最后30秒哦。哎，这伤困啊！哎，我对老人会你哪会感觉讲我甲题目敢若是有一个题目出，太共款。对啊，你要讲。哎，哎呦，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来，我过来看一下。来看这。哎，老人有加分无啦？老人迄个有加分啦。你老公老我比你较老。你先看一下啦，妈妈。这个人就是碰风底命啦吼，巴肚遮尔大吼，啊，头壳搁滴一个迄重点哦，迄重点。讲莫讲话，讲吗？你在讲话哦。在讲话。那是讲吗？讲吗？吼，是毋是讲？哎，大家拢袂当暗笑哦，啊，边袂当。仔这个人是嘛是咧拍野球哦，是吗？毋是吗？伊怎么？啊，这边仔这个拢是哦放屁哦。哎呦，奇怪，这个小朋这个人安尼，哇，东比。第六、安尼吗？ 3、这是鬼吗？ 1，时间到。啊，这是啥吗？请讲答案。回嘛。嘿，
我一个答案。好简单。回答答案，该我这讲求婚啊得！出来，我真正先你是一个天啊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一个故事不要紧，是不是？妈妈，你想到啥讲啥。哦啊，国王的新衫。哎，真正呀！这件代志不可思议。头前戏咧讲到安尼，大家拢听拢无。拍球佮兼放屁。到尾啊，讲出一个正确的答你案。爱讲者，你是按照推理出这个答案的？毋是因为我本来想讲这个人哪生甲安尼遮奇怪，嘿啊了后想讲这个应该是国王嘛，啊毋过我实在是毋知影讲伊敢若是无穿衫，因为下骹真正会看到伊的哇吼。尽量控制。哎，你都讲袂出来啊吼！我叫是讲这是爆破起啊，跟起起来，不是，这是猫。我即摆要慎重甲你警告，国王是话。安尼，我要来宣布啊吼！厉害！啊，方才呢，这个第一题呢，甲这个第二题，相信呢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呢已经拢有出来吼。这个相差真多，第二个国王的先生。那呢，伊的题目答案到底是啥物咧？伊的答案吼，这个吼当兵吼，你出去吼，真正向念卡生活无甲你骗。这个呢，会使讲吼，这个2024年台湾上重要的代志。台湾野球世界再吹啦。对，安尼好，第一关吼，不敌我这队胜利。来第二关攻守交啊！即摆呢，这个游戏的这个规则大家拢知影吼。是麻烦的规定，即摆要要的挖过。哎，恁这队我本来要叫伊更新啦，我想要讲，我看袂落去。我看袂落，队长家己跳落来。嘿，你拄则三只我话唔知啥物你物件，动物有三只。这是足生气的意思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好，话无好就是真生。我甲你要求几回？哦，这有困难度哦，这。这你有法度无？哎，迄个后背，哎，卖个开讲啊，时间有限吼。来，请计时。开始，我咧，我咧甲你牵条条，有阵讲家己是画家。伊讲伊是一个画家，你卖讲话，卖讲话，卖搞应用吼，我甲你讲。我是评审长，你叫我卖讲话。哎，你听的是不是太点点呢？哦，来好去。来哦，好，时间到，来，时间到，啊，该到一。题互迄镜头看一下哦。一起吼。我假做讲我看得到，其实我看袂到。这啥？哦。哎。哦。因为你袂使用文字哦，换人，这个。阿雄咧，来，阿雄，你唔能够我袂话啊吼。来，哎，哦。这啥？哦，这哎，但是迄个文字袂使出现哦。这是毒，这是毒。无要紧，你安尼我就明仔唔对，我扣分扣我济。时间到，来，时间到，来威点，请看。哇，哇！看一下恁即马最后的答案。来，上尾的。哇，一个镜头，美国餐厅秘密，啊，毋着咧捡啥物物件，来，可能咧买迄个囡仔买物件，买美国挂包，互囡仔食。时间到，哇！麻烦威点正确答案，给我一个。迄个几点卡，你讲完完整。麦会当讲，不要紧。麦当劳的欢乐几点卡，
哦，这是你的答案。好，好，这个大家保留哈。这个答案我知，我2%几的分数我已经算好啊。无唔对，嘿，因为哦，若无迄个答案吼，伊甚至说讲较歹讲，所以我来讲扣1半分数。哦，好，收好来。，后一队。好，加油！来。安尼，我要抽一个题目啊吼，麻烦酸我过去。哦，这真正无简单啦。非常心动。哎呦喂！哎呦，这什么物件？我完全唔知这什么物件。好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！哇，应该看过。少年，新疆啊，新疆。袂使讲，会秘密。袂使讲会辨别。哇！这时间搁较济，就一个画出来。不要紧，我来我来指挥一下哈，来。哦，真巧哈！哎，这关键。哎，你厉害呢！你没会哦。是啊。我人。不诋毁，来上尾。你播光赢到好啊！有一句话叫做“为蛇添为蛇添卡。添卡”。时间到。请我过来看这个题目。不诋毁，你让我人看。这是真好用啦吼！这是有2个人，一个人挂目镜，一个人鼻孔挂目镜，一个人伫咧大吉他是大什么琴？一个人伫咧就是咧死囡仔咧讲话，死囡仔，咧讲话，所以因2个是一个偶像团体。叫做什么？叫做替腮有玲珑。我要收好啊！可怜不是可怜哦，有画家的队长，迄组拢约袂出来。颠倒画甲安尼，画甲安尼，啊，真正差这有济啊！恭喜不诋毁这对个在线。啊，也毋过伊的答案还未讲出来，到底是啥物物件？互我一直知。我头都已经讲啊，已经知啊。点卡。对，但是我回看，伊是1点卡啦，但是伊若得100分，伊嘛剩50尔。对哇。麦当劳猎人吧，大林拉林花包，这题有真正有困难啦，有困难，真正难。但是伊是100分，啊，我互恁80分，那会使咧。我互恁90分啦，啊，歹势啊，搁是阮赢。幸福已经哦，分得出来啊。也毋过阮节目敢有够长。所以亲爱朋友，若无够长会较找妙。对，所以讲是和平队赢咯。和平队起来！摕红包啊，摕红包。来，互阮的评审长来发红包。来，酸酸，耶！这边会，这边，金桃会，嘿，啊，雾山，喂，雾山无多啦。点嘛？哦，所以讲大家若是想要看更较侪台语小游戏吼，一定要看我的脱脱小台语啦。讲对。感谢大家，恭喜台语台14台，请多支持。耶！